其实有一个人一直守着你，只是你不知道。那个人轮回了无数次，尝试从无数的蝴蝶效应中将你救出来，一次一次的尝试，一次一次的失败。那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轮回了多少次，甚至都快忘记轮回的理由。每一次的修改都造就些微的不同。最后那个人发现，不与你接触，恰恰是可以让你平安的条件之一。终于，这一次，你一生安定平顺，家庭美满。晚年，你坐在家门口榕树下面的躺椅中，乘着凉。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老人，从远处慢慢踱步而来，走过你身边的时候，他稍稍向你点头微笑，你也报以微笑。这便是你们这一世里唯一的一次接触。你已不认得那个人，护你一生。总坛，他一定还在总坛。上一次他在那里，这次他应该也在那里。怎么突然感觉好冷啊？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要来了。怎么了，东方仙云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突然感觉好冷，感觉有点不对劲。死后僵硬。大概。大概啊，那就好。个屁呀！死后僵硬还大概？刚刚不是说只是濒死的吗？而且僵硬只是动不了，而不是发冷吧？所以我才让你走2步，转一下圈，看看身体情况啊。发愣可能也和血液停止流动有关。你不是火灵根吗？自己考考自己了。烤？烧烤身体什么的，因为濒死过，此时的烤不知为何让我毛骨悚然，总有一种要被做熟上菜的错觉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在这里等着吧，你想见的人，自会来见你。天道使者大人跟我说话了，还跟我说了那么多句话。家主大人，这是何意呀？我觉得就算再杀你一次，你恐怕还是会突然从某个地方又冒出来。你身上藏着什么法宝？检查检查不就知道了？家主大人，还是痛快的给我一刀吧！杀了你，你又活过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家主大人，我保证肯定去死。哼，我可信不过你。没关系的，这只是例行检查。例行检查也不能这么查呀！家主大人，请您住手。好吧。你这衣服确实不用解腰带，掀起来就行。掀起来做什么？不要再往里了！家主大人，快住手啊！再不住手，可就过不了审了。切，扫兴。不够分量的补给，刻意克扣的用度，还有馊掉的饭菜。那便是我刚入门时的日常情况。哎，你是谁呀？就那个小矮子，门主的二弟子啊。二弟子？据说是天灵根。嗨，谁知道是不是因为脸蛋漂亮走了后门啊？是门主的童养媳才对吧？哎喂，你们谁看到大师兄了？大师兄？
因为偷懒，被副门主关修炼禁闭了。你们怎么给人盛这种东西吃啊？这小鬼走后门成了门内弟子，当然要给点颜色看看。还说自己是天灵根，知不知道天灵根100年难出一个？就是。上一世，大师兄是自己主动闭关修炼，这几个不长眼的外门弟子的刁难，也一直到大师兄出关才停止。要吃，必须要吃，不吃的话，我会长不高。狡猾了！喂，你们几个，重新盛一份来。啊，这又是谁啊？这没礼貌的小丫头！嘘，这是副门主的妹妹。副门主除了女儿，还有个妹妹吗？对了，我哥哥说过，虽然咱们逍遥门又小又没钱，但毕竟还算是修真界4大门派之一，门内弟子吃穿用度还是出得起的。是。果然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没有变过。而我，如果有改变的话，那该有多好！只要我死得掉，看下去，他现在毫无防备，杀得掉。看下去，好吃吗？大师兄，我还想去那边玩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呢，我下次还带你们出来吃，你们都不要告诉师叔哦。算了，他那么蠢，随时都可以杀的，就让你再多活一阵。是师妹啊。我一个人害怕睡不着，我要跟你们一起睡。哦，好，你先进来，外面冷。师傅，吾不是很明白，但是吾觉得，就是应该打你一下。师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闭嘴！师父，我好想你，但是我……那个，你闭嘴！顾某看来，小云哥哥先别说话。出声也不行！师父，没想到八戒还是小哭包啊！滚！妾身也见过天真无邪、心性淡雅的魔修，本以为吾等与魔修只是修炼方法不同，求仙之路殊途同归。看你如此残忍暴虐，只是不知到底你是异类，还是那孩子是异类。喂，听说龚师兄被大乘期魔修伤了，还挺严重的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大师兄都快被气炸了。我看这伏魔大会是开定喽。要跟大乘期魔修开战吗？可不是嘛。
陆夫人，您怎么在陵园这里？啊，是你们呀？看起来身体不错呀。陆夫人的陆氏 flag 综合征太吓人了，我们跑吧！师兄，我好像突然肚子疼，快走吧！还走什么步啊？别出人命了！唉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……好多年没见到能硬闯妾身护山大阵的人了。叶前辈为何要来此地？修士大多死无葬身之地，魂飞魄散，墓园中并没有很多。那便是空位，对吧？师傅们，弟子忆相逢，自幼坠崖，修百家诀，拜问人师，得传世宝，成仙人容。万般恩情无以为报，唯有待恩师尸骨还乡，园林中一愿。叶前辈，既然要偷偷的来，就再小心一点呢。要战，便来战吧！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来战斗。宫某会在打赢之后，一字一句的解释给诸位听。娘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娘，到底还打不打？他们身后好像还有逍遥门受伤的人，不知道谁打伤的。本宫是女的呀！这个才是重点吧？你是女的？东方仙云，一个腐朽不足为惧，反符咒的法宝要好好带。姑奶奶也是女的呀！本宫被一个腐朽用拳头打烂。久等了，天道使者大人，左氏在此，右氏在此。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接您回去了。峨眉仙宫左氏、右氏恭迎天道使者回宫。根本不是天道刚好顺了你的意，也不是你拦住了我，而是小女子拦住了你，真是可惜啊，东方无求。你们来的到底是时候啊！完全说不出口，根本没约定好，这逼格装的太到位了。都是因为有系统的加持，在剧情线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接下来的我会随时被系统召唤至其他地方，消失不见。这在历届天道使者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。之前因为主角濒死，所以被直接召唤到百媚教这边来了。左氏和右氏其实就是峨眉仙宫派出来满世界找我的人，但在这个时候出现，让我这逼格拉满了。够了！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？抢我女人，连我的身份都抢！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，让我们见见家主吧！这真是东方家的孩子，只要能让人验一下灵根。快滚！信物都没有还敢来？来100个人，我们还要验100个人不成？修士哪有那么闲的？说了多少次了，印氏分家的遗物早就找到了，竟然还有想攀亲带故的找上门来。快滚！再不滚，找人打死你们2个老不死的！哎，怎么办呀？这孩子咱们2个保不住的，只能看看哪个仙家在收杂役，就送进去收养。可怜小姐一家，咱们俩却连让这孩子认祖归宗的能力都没有。别哭了，这或许就是命啊！
如果没有东方仙云，哎，有一个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自称是印氏遗孤的太多了，现在只能等家主派人来验灵根，一个一个验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进来等着验灵根。是。分家印氏的孩子是难得的天灵根，可是玄冥宗的名额早就内定给了本家老爷的孩子，带他去转一圈，见见世面，然后另寻一处仙家吧。大师兄，大师兄好。大师兄，师妹，听说了吗？大师兄和二师姐订婚了。除了大师兄，也没有人能配得上二师姐了吧？虽说年龄上这婚事早了点，但是确实郎才女貌啊。你是谁？在下逍遥门大师兄。你明明有很多次机会，只要不手软，你明明有很多次机会。可是这个东方仙云根本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个呀！你让我如何下手？我找了好久，如何让大家都活下去的办法，我找不到。我累了，好冷，大师兄，好冷。符纸不够，这种事情你倒是早说呀！我现在就去找。草蚂蚱、椰子糖、石子板啊，都是师傅吃的、玩的和用的呀。我的符纸呢？哎，有了！这本书没准比符纸有用。太迟了，我愚蠢的妹妹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可恶，你怎么那么软啊？软？什么软？对啊，师傅好软的。师傅当然是最软的了。可恶，这一世还能不能抱抱师傅呢？应该差不多吧。本宫也不是不能网开一面，不再动。是，娘娘说的的确有道理。我不好好抱你们的大腿，怎么能展现出我们魔修的悔过之心呢？外面厮杀的很厉害呀，咱们玄冥宗不会从此失威了吧？外面怎么样不要管，至少传送阵不得失手。我们做好我们的事情。南宫娘娘，不必多礼了，这魔修是本宫的人质，诡计多端，本宫带着他去找你们大师兄。南宫娘娘刚刚传送过来，不用稍作休息吗？不用多事了，只听说玄冥宗遇袭，没想到对方阵仗这么大。东方仙云，随本宫一起吧。怎么反悔了？不要再说什么阴谋诡计！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传送过，有点晕。摸哪儿呢？对不起，没经验，第一次，有点紧张，在所难免，见谅哈。你看好那个人，我去做天上那个。看好
谁？家主大人，哎呀，又见面了，哎，好巧啊，真是没想到呢。一过来就对上他，我又要搞我吧？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不会又是什么诡计吧？二徒儿换上吴的魔装真好看，和大徒儿一样好看。谢谢师傅。鹰飞兄，你这身衣服与小云哥哥……你别和我提他，他是天命之人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穿魔装都比我多件外袍，哼！你也想要外袍吗？不想要。虽然是没有御寒功能的普通外袍，宫某也可以再送你一件。我才不要！你们不要吵架嘛！都是这臭瞎子找茬。真的不要了吗？不要！那你为什么还生气？要你管！